来，同个先不敢。水落去。大家好，我是台南武美教师联盟的理事，新北市婴儿区婴儿国小的台语老师杜明杰。伫遮先甲大家做一个实例因为原本要来表演的林志荣老师向阳处理重要代志，我都来参与，请中的张武雄老师拜托来到下请。介绍上边啊迄边的小朋友叫做孙华田，即个是孙子琪。咱即摆请因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永和国小的1年1班的孙华田。大家好，我是永和国小4年9班的孙子琪。大家好，我是临时来到拍手的张慧芳。今日头一条要甲大家介绍是爸爸骑一台摩托摆，伫台湾包括欢喜的囡仔歌、台语的囡仔歌，小爸爸若欢喜的，大概在座各位不知道唱的无啥几两条。哥哥爸爸真伟大，你想无第2条啊？你想看哪里头？写囡仔歌1条，咱的囡仔有较侪好听的歌通唱。来，一项来，先来来讲。相信大家拢知影摩托摆是啥物？欢喜的机车，谁人买一只当做机车咧？敢有人知影？来机车伫咱古早，包括今仔日的师傅，包括做乌手机台的师傅，包括目镜的师傅，因为欢喜的圆规，伊就讲做机车。圆规欢喜台语就相讲法，因个师傅是较早做中巴式。咱台湾讲摩托摆，大家拢听有。来，我即摆我念一句，咱伫边仔无遐有歌词，来，大家搁来念一句来。爸爸骑一台乌托摆，爸爸骑一台乌托摆，载阮看山看大海，载阮看山看大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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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轻松真爽快，心情轻松真爽快。当然爸爸骑山爱无妈妈嘛吼，妈妈骑一台乌托摆，妈妈骑一台乌托摆，载阮踅街去拜拜，载阮踅街去拜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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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发财，祈求平安搁发财。即摆我唱一句，大家都要唱一句。爸爸骑一台乌托摆，爸爸骑一台乌托摆，载阮看山看大海，载阮看山看大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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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轻松真爽快，心情轻松真爽快。妈妈骑一台乌托摆，妈妈骑一台乌托摆，载阮踅街去拜拜，载阮踅街去拜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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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平安搁发财，祈求平安搁发财。咱即摆请大家做一起啦。